这是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讲中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，要采取5个定数包围台湾。最后的目标是要切断台湾甲外界的联系。不过专家讲，阿强的若真正安尼做，有真悬的政治风险，所以因未凊彩就来行动。 海军升空级的电弹舰官兵全副武装地监控远方中国军舰的一举一动，解放军于17、2摆启动联合战备警巡，要防止解放军由演转战。官兵俗称的小汉攻才叫上名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第23报讲，共军已经做好准备啊。 依照《华尔街日报》上新的分析，中国若是要包围台湾，可能会用5大步。头一步会采取空中的作战，再个派无人机率来伫海上建立封锁，卖伫台湾的东南边派航空母舰来，甲海警船合作，团包围，率来瘫痪台湾的贸易甲网络，运用畅水舰布水雷伫重要的海港，使商船甲货船袂当挖进，嘛破坏台湾的海底电缆，切断台湾甲外界各种的联络方式。 达成伊的目的。他要攻击台湾或封锁，其实面对高度的政治风险，一旦失利，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于习近平本身都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台湾真正要强化的是把握时间，增加自己的防卫能力。我们国军不管从去年汉光40号有所谓的境外接驳的操演，那针对它不同的样态，我们会有不同的因应做法，而这也是区域自由民主同盟之间要思考因应的部分。中共对台湾的军事侵扰拢无停，总统赖清德今日出席国防医学院的落成启用典礼，虽然无加讲，不过自赖清德就任后，一直话共同守护台湾，绝对要拒绝中国继续来扰乱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